補祝咁多位觀眾中秋節快樂。不過除咗食月餅、賞月、開心快樂之外，唉，大件事啦！恒指今日又真係快樂。好在快樂之後呢，唔好話快上，起碼都彈翻少少上嚟。咁如果大家記得上個禮拜曾經提到，喂，恒指差唔多係時候可以諗下做一啲 long put。咁現在今日曾經急跌，食得未呢？另外，亦都會同大家講下，除咗恒指最新嘅一啲睇法之外咧，亦都會跟進翻阿里巴巴啦，同埋睇一隻個股歌禮製藥嘅。好啦，上個禮拜好快做個回顧啊，當其時提過 hit 到27,300點左右咧，可以做到 long put 嗱，真係有時好彩啲啦嚇，就真係掂一掂呢啲位，有機會做到呢個 long put 嘅。你當560點啦，就算錯過真係啱啱先27300一啲位，560點做到呢個 long put 噶啦。咁去到今日，我自己喺26,600左右截咗幅圖嘅。咁當其時個 put option 漲到800零點，咁即係賺50%對外啦。陣間會同大家講下，一個禮拜唔夠嘅時間賺50%，嚟緊食唔食同新嘅部署。咁另外上次提過會今個月有3個講座嘅，咁禮拜五擺咗上公司網頁噶啦。咁第一個咧就係一啲所謂綜合嘅投資班。我自己當然做咗廿幾年買賣啦，喺呢行都做咗18年噶啦。頭嗰幾年薯仔嗰啲唔好計嘅。咁綜合翻咁多年嘅買賣同埋從業經驗咧，我覺得有啲嘢可以綜合分析，俾翻一啲嗯合理少少嘅方向大家。咁呢個其實不論係啱啱先接觸投資或者做咗投資一段時間，覺得自己有一啲改進空間嘅，都可以嚟聽。咁第二個班咧，呢一個就10月10號啊，嚟緊禮拜五喺金鐘統一中心嘅班。咁跟住另外就有一個期權基礎班啦，有幾個月冇搞過啦。呢個頻道以期權為主嘅，咁有啲觀眾係覺得有用，但係想了解多少少期權嘅話，亦都歡迎報讀。呢個就下個禮拜五10月17號舉辦嘅班，咁全部都係喺金鐘統一中心嚟到搞噶啦。咁黃昏嘅時間咧，咁最後咧就係我每個月基本上都有嘅期權實戰班，咁就係再下一個禮拜一，咁啊10月20號，咁呢啲咧全部擺上咗上輝立網站，大家有興趣亦都可以報名啦。咁或者打翻個電話報名電話，輝立報名電話係22776536，咁呢個係講座嗰邊嘅電話嚟嘅，可以打翻電話去報讀翻呢啲你哋有興趣嘅課程，或者大家對期權好熟噶啦，不過身邊有朋友好似想聽喎，或者你知道佢哋不論對期權有冇興趣啊，其他嘢有啲改善空間嘅，都可以叫佢哋嚟報讀嚟緊呢2場嘅講座，10號同17號禮拜五嘅講座。好啦，好快向新觀眾介紹一下自己先啦。我係輝立證券嘅業務副董事，頭先提到從業喺呢間公司已經18年噶啦。咁咧，喂，George，你除咗喺輝立之外，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建樹咧？咁都有嘅，即係當然有幫輝立拍呢啲片啦，嚇，每逢禮拜二會出街嘅。咁另外其實自己接受過南華早報同路透社嘅一啲訪問，咁現在亦都有幫經濟一周寫文寫一啲同期權有關嘅文章嘅。咁至於呢個 YouTube 咧，基本上逢禮拜二會擺上 YouTube 啦，sorry，擺上網啦，嚇，擺上 YouTube 啦。尋日放完假，有啲甩咳，咁但係因為尋日中秋節啦，咁就禮拜二冇擺啦，咁今日先至拍翻片，咁擺翻上網。基本上咧就會有不同嘅章節分段，大約係3個字至半個鐘頭嘅時間啦。章節分段會揀選翻對應內容，每一個部分咧係幾分鐘嘅啫，大家可以揀選翻你哋有興趣嘅個一部分嚟到收聽翻。咁亦都請新舊觀眾覺得你上個禮拜講完27,300可以做 long put，真係掂一掂落翻嚟咯。覺得都有翻咁上下準程度嘅，或者過往咁多次分享都有條理啦，解釋到一啲概念俾大家。麻煩大家 YouTube 3連擊，俾個 like 呢段頻道啦，將影片分享俾你哋嘅朋友。未訂閱亦都請大家訂閱翻輝立證券。有興趣亦都可以留言講翻嚟緊想聽啲乜嘢，或者講句支持都得嘅。好啦，事不宜遲啊，因為今日都真係近期一路比較忙。咁期指上個禮拜唔好意思，第185集啊，睇咗 hit 到呢啲位就做 long put，就真係掂到。依家今朝帳面曾經賺50%對外，食得未呢？或者恒指嚟緊嘅走勢係點樣呢？嗱，大家會望到今朝跌一跌，
跟住就都算咬腰上翻嚟啦，最尾唔係跌太多。我自己咧本身上個禮拜提 long put 應該都有講到下，有貨先做 long put。而其實個市跌幾多咧，我當其時冇乜太大嘅概念嘅，純粹多啲位會有啲阻力，可能會回。咁啊，你揸住啲貨做 long put 冇嘢㗎，佢唔跌落嚟，繼續升上嚟嘅，你啲股票再賺多個 long put 啫嘛。咁但係安全啲做咗 long put 之後咧，我自己預下，佢呢轉如果唔升翻上嚟嘅，其實去到26,000點都差唔多，甚至我哋唔好咁貪心，其實去到26,400附近都可以考慮止賺。不過今日咧，大家會望到有支燭影咁啊，其實都已經掂到26,500左右噶啦。睇嚟緊有冇機會再落啦？如果冇嘅，甚至呢啲位開始升翻上嚟嘅話，大家點部署咧？升唔到繼續跌落嚟嘅，咪呢啲位考慮睇情況，係咪只賺到 long put 咯？甚至進取少少嘅，大家手頭上有股票揸住嘅，跌到落嚟呢啲位，你可以考慮食咗個 long put 掹走你嘅保障之餘，再加啲貨，再加一啲股票。如果大家認同26,000點附近呢啲位唔算一個貴嘅價錢，咁當然啦，如果想穩陣少少，就未必要咁激進嘅，可能純粹跌到多啲位，咪走咗啲 long put 先咯。你原有倉底嘅股票繼續 hold 住咯。咁但係如果佢唔回翻落嚟嘅，繼續上，甚至上翻之前嘅近期嘅高位，咁點算呢？long put 睇大家平唔平啊？咁但係如果個勢咁強嘅話，除咗手頭上嘅股票，亦都可以揀一啲優質嘅資產，進一步做增持。不論你係用期權又好，牛熊證又好，或者係個股都好，呢啲我覺得都係可以考慮。咁甚至出現呢啲情況嘅話，有啲所謂懶人 ETF 啊，嗰類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咁但係到其時我哋睇翻具體情況啦。好，恒指就呢啲咁嘅水平，我哋可以考慮做一啲動作啦。咁阿里巴巴點樣呢？阿里巴巴回一樣係好事嚟嘅。你淨係一支箭升，當然我相信有好一部分嘅觀眾或者我自己有唔少客戶都揸住咗阿里巴巴嘅豪倉。咁但係如果佢一路升嘅話咧，即係大家想加倉都有少少壓力嘅，乜嘢位再買多啲咧？回翻落嚟成件事，不論大家想再增持啊，或者冇貨想入場啊，其實成件事都會舒服好多。好啦，咁阿里巴巴幾時出手咧？上次提過，如果有貨已經揸住咗啲阿里巴巴，冇人講得埋佢會唔會繼續升噶嘛？攞少少出嚟做 long call。即係如果本身倉底已經揸住咗正股或者有一啲 long call 嘅話咧，唔使急。即係點解上次同大家講有貨唔好買正股，揀 long call 係其中一個選擇咧？因為升得咁急，佢真係有機會會回嘅。成件事講緊係喺某啲水平買咗隻股票，佢回翻落嚟，你每一股輸嘅錢隨時仲多過你 long call 輸嘅錢。咁我哋做到 long call 升上嚟，我哋仲有機會賺。但係萬一佢跌落嚟嘅，簡單舒服啦，long call 輸晒輸有限嘅，我哋咪等佢回翻落一啲覺得舒服少少嘅位，例如去到170甚至170樓下，我哋先考慮做正股啊，或者做 short put 咯。呢啲係有貨嘅投資者可以考慮，我覺得值得考慮嘅選擇。咁但係啊，如果我真係錯過晒成個升浪120幾嗰啲位係冇做到好倉升上嚟，乜嘢都冇做到，咁咧，如果大家認為回調係一個機會嘅，就唔好等啦，趁而家做到10月到期啊，行使價87蚊嘅 short put。咁呢個 short put 咧收翻大約4蚊一股期權，咁唔算太多，風險回報唔係話真係特別吸引。咁但係你少少地做啲先啦。你接受到佢跌落嚟，你要用170蚊嘅價錢一股嚟到買入阿里巴巴嘅，你做翻對應嘅股數，少少地做住一啲先，因為你唔做嘅話咧，佢之後點升都唔關自己事。但係你做到170行使價嘅 short put，去到10月底結算，只要佢高過唔低過170，4蚊一股你袋咗落袋噶啦，唔使升嘅，唔低過170就4蚊一股袋咗落袋，甚至跌落嚟嘅話，因為你收4蚊啊嘛。170蚊要買入隻股票，呢個係你 short put 嘅責任，要接貨，睇你做幾多股。咁然之後，但係你收翻4蚊翻嚟，即係話去到10月底跌唔穿166，大家都唔使輸錢。以去到結算價計，你 keep 到個按金要求嘅話，咁呢啲就係冇好，現在完全冇阿里巴巴好倉嘅一啲潛在做法。
記住，期權有個名叫衍生工具，係係屬於衍生工具一種。咩為之衍生工具咧？期權可操作嘅空間好大，成件事就係，我覺得可以咁理解。你對於個資產，例如對於隻股票有咩睇法？覺得可能呢啲位係吸引，就基於你自己嘅睇法嚟到衍生翻一啲策略，係令到自己心安嘅策略。即係如果覺得去到170呢隻股票都可能會升嘅，抵諗嘅，但係又驚買正股跌落嚟，每股輸太多，你咪俾少少期權金，蝕少少時間值嚟到做個 long call 咯，升上嚟你依然有錢賺噶。即係唔記得上個月，可能上個月啩，係講緊128蚊做阿里巴巴84蚊嘅 long call，嗰度唔記得最尾賺2倍幾定3倍咁樣。係啊，俾6蚊出嚟，最終係賺咗，唔計我收翻嚟嘅期權，今日就咁 long call 俾6蚊嘅，咁最終好似都賺咗幾十蚊翻嚟，30蚊定點樣吓，類似啦。咁呢個配合自己嘅諗法。咁如果唔係喎，覺得阿里巴巴其實都高位回翻落嚟，未必即刻咁快再飆上去嘅，就頭先講呢樣，做住個 short put 先咯。唔係，唔好理佢係咪急升先啦，佢唔大跌嘅，你都有機會賺錢。咁即係升上嚟嘅話，先考慮其他嘅動作咯。即係呢個係有某啲投資者唔想咁進取嘅，我同樣都係做500股阿里巴巴，我都唔求佢升賺幾多啦。我收4蚊一股，我做500股 short put，我都有2000蚊袋啊。只要佢跌唔穿170蚊嘅話，keep 到按金去到月底到期嘅，咁呢啲都係一啲潛在嘅做法。記住，期權有好多做法，係各式其式。呢樣嘢叫衍生產品，你有自己諗法嘅，就衍生翻一啲你自己覺得舒服，tailor make 令到自己舒服安心嘅策略。咁呢啲就係期權其中一種用法。咁啊，呢個阿里巴巴講咗一啲潛在位置嘅操作啦。咁然之後，歌禮製藥呢一隻係應該係我9月課堂實體班。咁有時都唔係淨係講期權嘅，有時都揦一揦有啲冇期權嘅股票。當其時提咗3隻。咁啊，好似之前 YouTube 分享過一隻，咁啊，隔咗一段時間啦，再分享埋呢個啦。咁當其時咧，課堂上提過就9月22號嘅課堂提過，回到10個半左右可以考慮出手啦。咁呢個位呢支陰燭掂到，都係稍微穿低少少，都未去到10蚊，印象中跟住又上翻嚟。嗱，個升幅都未夠10%，我唔特別攞呢度嚟到吹噓任何嘢啦。同埋大家如果記得，我當其時都提到我目標價唔係純粹12蚊嘅。咁但係喺 YouTube 拎翻出嚟講呢，就因為望到都回咗下啦。咁大家就可以望翻啦。其中一個出手嘅時機就等佢升穿十二蚊先，升穿十二蚊先考慮會唔會少少地試。咁或者係真係再跌翻落嚟咧，因為之前曾經已經去過10個半啊，就唔好10個半啊，就甚至再跌落嚟個形勢未必太靚嘅，咁即係10蚊頭再睇啦，即係10蚊10個半嗰啲位，咁呢啲做翻少少嘅分享。咁咧跟住落嚟重點啦，分享咗幾個資產啦，咁有啲其實之前帳面上已經有錢賺啦，而家睇下賺會唔會賺多啲，或者成件事做靚仔啲啫。咁跟住稍微講下嚟緊嘅講座，10月今個月係有3個講座嘅，大家留意翻啦嚇。咁去輝立網頁可以見到啦，或者打呢個電話報名啦。咁有啲咩咧？其中今個禮拜五10月10號，咁呢一個咧，其實之前我喺一路搞咁多年10幾年嘅期權班啊，或者投資教學，有時都會滲一啲概念出嚟。咁但係始終我喺一個期權班，好難講太多期權以外嘅嘢。咁所以咧，決定而家都綜合啦。頭先提過前前後後自己買賣同埋做投資有咁多年嘅經驗，分享翻下啦。咁成件事係涵蓋咩咧？喺交易所買賣嘅大部分產品，不論係股票啦、新股啦、債券啦，跟住係基金啦、ETF 啦，或者少量嘅衍生產品都會提嘅。咁牽涉到中間嘅一啲心態啊、心得啊、操作，咁適合啲咩人咧？投資初多當然可以嚟聽啦，或者大家咦都近年都耐唔時都輸錢，唔係好知點解輸錢，或者其實我有錢賺嘅，但係唔係真係贏太多，覺得有空間改善自己回報都可以嚟聽下，打呢個電話或者去翻輝立網頁報名。咁
呢個係10月10號今個禮拜五啦，一個比較綜合嘅投資心得或者操作嘅一個講座。咁咧，下個禮拜五10月17號咧，期權基礎班，基礎班有好多人都會教噶啦。咁但係咧，我覺得打好個底好緊要，因為我耐唔時都會接觸有啲學員之前冇上過基礎班嘅，同我講一啲概念，其實係搞錯咗，搞錯咗唔緊要，但係最驚你真係做咗買賣輸錢先發覺錯，而你最初係唔知錯啲乜嘢嘅，甚至以為自己係睇錯咗個走勢，揀錯咗期權，唔係，背後係一啲概念係搞錯咗，多啲係一啲無謂嘅損失嚟嘅。咁所以咧，我知道有長有短啦。咁我咧唔會太短嘅，我嘅基礎班係2個鐘。大家有興趣學，唔想學流嘢，基礎概念唔想學流，想打好個底嘅，而我覺得期權可能都幫到自己嘅話咧，咁就報呢個啦。夜晚7點鐘至9點鐘，係啦，同一中心2個鐘頭嘅時間，等大家真係比較清楚學識期權到底係乜嘢，唔好輸一啲無謂錢。咁風險梗有嘅，但係我哋為有意義嘅嘢而冇風險，唔好錯一啲無謂嘅嘢。咁最後就10月20號啦，咁呢一個係禮拜一，下個再下個禮拜一啦，應該咁就係一個期權嘅實戰班。咁大家想開呢個班嘅就，當然你哋可以叫你朋友上嚟緊10月10號同17號嗰度啦。我相信大部分想開實戰班嘅就未必需要上10月17號呢個基礎噶啦。咁10月10號嗰度你哋可以睇翻自己嘅情況。我呢度唔會講太10月10號，我冇乜講期權嘅。咁但係其他嘅概念各樣嘢，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嚟聽。特別係邀請翻你哋嘅朋友嚟聽。如果你覺得佢哋嘅即係有啲嘢可以改善嘅話。咁10月20號呢個係咩咧？10月20號呢個當然係後市嘅分析啊、檢討啊，或者一啲期權買賣技巧啦。咁其中我定咗一啲內容，我聽過某啲人同我講翻，我發覺誒有啲即係喺開倉嗰度有啲嘢都仲搞錯嘅。我想 highlight 翻呢啲嘅重點啦，呢個其中一樣啦。咁有時鬥氣嘅，明知嗰樣嘢個贏面都係細嘅，都要繼續推嘅。咁同大家講下，寧為玉碎嘅心態底下，我係咪都要試㗎啦？點樣令到你呢一個咁賭氣嘅買賣係成件事有意義啲，風險回報係吸引啲？有時真係為啖氣啊嘛。當然你唔好成副身家咁樣做啊，少少地玩下冇所謂嘅。但係少少地玩，我哋都可以有技巧咁樣玩。咁另外就一啲實戰買賣，近期嘅市況，過去呢幾個禮拜有啲實際上成個 portfolio 唔係純粹單一兩隻期權或者期權嘅角度，我哋點樣做一啲操作咧？但係要期權配合嘅，咁呢啲就係10月20號暫定嘅內容。好，今日講咗幾個話題啦。首先上個禮拜提嘅 long put 賬面上賺咗一半對外，咁值唔值得食咧？或者恒指嚟緊、阿里巴巴嚟緊嘅一啲部署，同埋講咗一隻個股，咁以及講咗3個不同嘅班啦。我覺得係有意義嘅嚇。我唔希即係冇人話包贏錢咁，但係我哋追求利潤之餘，就揾啲嘢係有效益啲咯嚇。咁就會講下呢啲。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嘅內容有意義特別係上個禮拜你個 long put 都真係有效果喎。咁咧，請大家真係 YouTube 30K，其實多謝大家嘅支持。上個禮拜個點擊都唔錯。咁如果 like 數同留言再多啲，再好啲啦，俾翻個 like 咗啦。分享俾你哋嘅朋友，將今日嘅影片咁同埋留言，咁講翻去支持。咁未訂閱翻輝立證券，亦都希望大家有需要嘅打電話或者去翻輝立網頁報讀翻我呢幾個講座揀選翻你哋合適嘅講座嚟到報讀啦。好，最後今日只係一啲一般資訊，並非任何買賣嘅建議、投資建議或者買賣邀請。資產價格可升可跌，投資可賺可蝕。期權期貨有咁多效應，可以放大潛在贏人輸。任何情況都必須滿足按金要求，滿足唔到有機會俾人強制平倉。部分策略最大潛在損失有機會係無限嘅。真金白銀買賣，請大家務必問翻自己嘅經紀或者獨立專業人士嘅意見。今日分享嚟到呢度，多謝咁多位。